也若日本的羽田机场是发生飞行机烧浓的意外，即马日本的官方也搁在调查，也毋过有资深的技师是表示，即个事故和飞行机应该是无关系的，应该是航管人员和海上保安厅的技师通信出问题。会使讲是日本上无用的羽田机场，拢总有4条跑道，常常使用的有地图内面的 ABC 3条跑道。因为当天吹北风事发的时阵，飞国内航线的 JAL 516班机，伫塔台的指示之下，使用道内面正平的4跑道，而且是对东南方向入场。这个路线因叫做是342。国土交通省车衫对外公开的航管通讯显示讲，塔台迄当阵是对日航516的机师发信息，讲342的路线已经完全清好空啊，会当安全降落。机师坐落来就甲这些内容搁念一遍，而且照定数来降落，所以降落进前去下着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造成事故。なぜ着陸許可が出ている滑走路に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が入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管制官、コントローラーから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に対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エラーなのか、あるいは海上保安庁のパイロットのそのヒアリングですね、聞き間違いか、どちらかによって滑走路に入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そういったことが現時点では考えられます。日航516機頂3個政府教師伫接受公司內部調查的時陣講，準備要降落的時陣，無法度用目睭看到入來跑道的其他飛行機。日航韓國高升的官員講，這個部分閣愛進一步來釐清。另外，針對這個事故，日航初步估算的營業損失是150億的日票，這部分應該用保險金來補。另外，日航嘛啟動對旅客賠償措施。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講，在疫情管制放寬了後，航空旅遊是大恢復。事故進程對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日順預估是到800億日票這麼多，是將一年度的2.3倍。日航目前攏總有140多台各型的客貨機，除了車子在事故內面攏總派去的 A350-900以外，共型的客機有14台，另外載客量上濟 A350-1000嘛訂10幾台。公司新聞持家人朋友。